台语一年等，愈讲愈认等。大家好，边边。大家好，我小杰。有当时啊，你看咧外国的 YouTuber 吼，伊拢伫一直咧讲吼，咱台湾哦偌进步啊，有啥物件偌好食啦。伊安尼甲咱报的时阵，有当时咱台湾讲，敢有你讲的遐尼合？你毋知吼，台湾其实世界第一名。有够济，有够济。其实吼，台湾伫咧历史上也是讲到今嘛吼，拢有创造足侪款世界第一纪录。有诶可能已经去超过啊。毋过有诶到呾嘛是保持世界第一诶纪录安尼。所以咱今日特别拣几项啊纪录来甲大家分享，因为感觉吼，这项纪录其实足趣味诶安尼。是。啊，讲到台湾上有名诶建筑吼，就是台北102。你无讲到台北102吼，你会感觉吼，你是毋台湾人？你是毋台湾人？嘿，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吼，伫咧杜拜哈利法塔也未建成进境。台湾101是全世界上悬的大楼，啊，佮伊的电梯，伊为5楼到89楼，伊只要用37秒的时间，足恐怖的呢。我是一个惊悬的人，嘿，我惊悬，我袂感觉哦，这有淡薄恐怖。而且我在坐过迄101的电梯有无？顶悬去的时阵，你耳孔一定会感觉到塌掉的，啊，你来甲喙爆开，爆开，你会看到我惊悬伫遐皮皮喘，啊，甲喙爆开，啊。啊，毋过伊安尼开遮紧，你感觉会着你到一个关楼啊？伊其实做甲足好诶，到一个关楼，伊其实袂互你感觉足惊吓。因毋过我家己会去想讲吼，我即摆愈来愈悬，愈来愈悬。只要是超过3楼，我拢会惊。毋过这电梯诶记录吼，一直是互日本其他市体中国广州一个金融中心诶电梯拍破。啊，即摆台北101上宝贵诶一个记录，就是讲吼伊顶悬诶阻尼器，伊诶阻尼器足大，世界上大粒。伊的直径吼有5.5公尺，啊，伊的重吼有660公吨。这个大球吼阻尼器吼，是放伫88楼到89楼之间。伊放伫遮吼，其实伊能替台北101吼阻挡一寡地震啊、风台啊的一寡威胁。啊，过来吼，台湾上出名的就是咱的台积电。讲到这个钱圆大港吼，啊，有讲到这投资，咱就一定会讲到这个台积电。伊吼，伊是全球第一间嘛是上大间的集体电路大港。厂商安尼，啊，这几当来伊的迄个营业的收入嘛，拢是伫咧全球排名拢伫咧头前的。伊会互咱叫做护国神山是有原因的哦，因为吼，伊毋若是讲台积电是一个钱圆大港的即个厂商真重要，嘛是有一寡观点认为讲，即个中国伊毋敢安尼甲咱亲门大户，就是伊有台积电的存在。因为吼，台积电伊咧做的即个，就是世界啦，真需要即个半导体产业，所以台积电对台湾、对世界拢足重要的。是啦，啊，伊即马台积电吼，伊搁要去日本啊，去美国设厂，所以这个版图吼嘛愈来愈大。啊，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亚洲同婚第一这件代志，不知不觉已经过5冬啊哦。因为台湾吼通过同性婚姻吼，咱是为2019年的5月17公布，这个748号的解说，伫咧降一冬的5月24开始实行。像当初吼，咱足侪团体吼，拢搁伫咧想讲吼，要安怎去争取啦？刚刚1万年，安尼过5冬就来啊！而且即马尼泊尔啊，搁有泰国，一定变成亚洲第2名跟第3名的同性婚姻，对着台湾的脚步，慢慢行为进步的一个路。过来吼，要来介绍的就是吼上长的插头红仔的电视。布袋戏，对，就是布袋戏啦。来，我念这段我练足久的哦。半成半成也半身，转女转刀是转现。耶！大家敢知影这是啥的口碑？受环境。对，我甲你讲，这阮爸吼，阮爸自细汉看到大汉，到即马吼伊。搁咧看，而且伊每一集拢有买啊。阮兜骨力他迄款霹雳布袋戏迄个 CD，DVD。对，伊逐集拢有买。啊，毋过你知影受环境这号任务啊？伊为1988年霹雳金刚开始哦。对，伊出场。我出世的时阵，伊嘛出世啊。拄好甲你共款出世。嘿，我1988年，我即摆是讲我你会出来啊。竟然你甲受环境共款呢 ？Later。伊出场了后的即个系咧霹雳布袋戏已经播出超过2000集啊，所以咧伊就是专门有请迄个金氏世界纪录来甲伊认证安尼，啊来纪念吼这个台湾布袋戏公营的历史啦。啊，咱今仔讲这4个，其实台湾有足侪，佫是世界第一，行伫头前的一寡物件，咱有用的时阵，咱佫来分享互大家知影。咱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《台一年等》，拜拜。